找到古墓了，你们赶紧过来。找到古墓啦？嗯。看吧，我就说跟着我就能找到出口。一般像你这种落地成盒的小菜鸟，运气都很好。你就不能夸夸我吗？不能。我不用。连个谢谢也不说。你也先进去。你一个人能行吗？我留下来帮你吧。进去。注意安全。嗯。他一个人要堵截所有机器人，好危险啊！回来干嘛？给你送子弹，我怕子弹不够用。给。烟雾弹。给。你是想要闪？这雾这么大，你打哪儿了？看明白了吗？我打的时候看着学。我下次试一试。你是怎么在这种情况下分辨出他们的位置的？我在扔之前已经确定了他们的走位。还有，分辨不了的时候，就听。大神，给我听个明白。你说你刚这波操作这么厉害，你那2个迷弟怎么没有反应啊？看在你回来给我送子弹的份上，私人教学，没按语音键，他们听不到。你笑什么？你怎么听得到啊？因为我听力好。我就是有一种数学考了20分的人，突然得到华罗庚单独辅导的错觉。所以，你数学考20分啊？才没有呢！我的专业不需要考数学。走了。来了。